唉，朋友们太难了。镜子今天产检下来又是羊水偏少，又要住院了。怎么孕育一个小宝宝就这么困难？而且上次回来之后，我们在家已经是拼命喝水了，椰子水、豆浆，可能一天要喝2升左右。但是补水的效果就没有在医院里效果好。医生说可能就是个人体质问题。我也在那个孕妇群里问了。很多准妈妈她们水喝的不是很多，但是羊水都是正常的。那有些就是喝很多水，羊水还是偏少。住院真的是很难熬。上次镜子住了之后，这次是真的不想住了，但是没办法，他这个指标不达标，医生一定要让他住，也都是为了孩子考虑。医院里主要是没有无线网，你手机只能看视频以外的东西，看看小说眼睛都会发酸。每天坐在病床上就是等着挂水，挂完水又就是等第2天再挂水，非常的枯燥乏味，乐器也不能弹。关键我们现在好像是33周吧，医生说如果你38、39周你情况不太好，那可以提前让小孩出来，也没什么大的问题。你现在小孩还小，还要让他待在妈妈的肚子里，所以说只能继续挂水补水，还有屁股上打针，打这个针真的是非常的疼。年轻的朋友家里可能都有啊，这种 Switch 游戏机。我昨天刚跟镜子出去买，3000多块钱一台。我跟他说以后出去演出，万一飞机上高铁上没有网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玩玩这种单人的游戏，打发时间。好，结果演出还没派上用场，镜子正好可以在医院里玩玩。椰子水，刷牙杯。时隔半个月又来住院部了。上周来复查，那个羊水啊已经比在医院里要少了，但是还在正常线上面。结果过了7天，到这周不正常了，低于下限，又要等这个电梯。医院里的电梯永远都是排队。这个吸氧吸着有没有舒服点？其实没什么感觉。你现在你们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男孩啊，恭喜恭喜！你们生下来几天了？6号生的。你只能狂喝椰子水了，镜子。1天2升最少。现在要慢慢喝，不能一下子干掉。你2升你怎么可能干得掉？镜子，你2次住院，隔壁床生的都是男孩。今天不用打屁股针了，今天那个针是打在肚皮上的，是什么促进胎盘发育的。去楼下的全家买饭，因为今天住的时间比较尴尬，所以午饭和晚饭今天订不到。镜子，饭来啦，蛋包饭。今天怎么2个手都挂了？这边这个要挂6到8个小时。那你吃饭怎么吃？没运动啊。现在回到家了，来给镜子拿点东西。医生和我们说了，要做2手准备。现在是在给镜子疯狂的输液补水，就是如果下周检查下来他的羊水还是不达标，那要提前把孩子抛出来。因为医生说羊水有2个警戒线，80和50。我们上次住院是因为羊水79，就低了一点点，结果今天是羊水只有53，就接近第2根警戒线了，就是如果低于50的话，就要提前让孩子出来。关键就看这几天能不能补上来，看下周的检查了。可能暂时靠不了长辈，只能靠我和镜子了，因为我妈妈还在国外没有回来。而且我的丈母娘的话，她是非常想来照顾镜子的，不过她还没有退休，没到50岁，所以不能长时间的离开岗位。然后我们就请了一个月嫂，13000一个月，先请了2个月，26000，只能让有经验的月嫂先帮我们了。现在我要马上赶到医院给镜子喂饭，因为她现在2只手都要挂，一只手今天是挂8个小时，另外一只手4个小时，所以说下午3点前她不能吃饭，只能我来喂她了。